歡迎大家嚟到卓越圈，我係 Kelvin Cheung， 好開心呢一段嘅開場白咧，足足講咗1年啦。喺呢一段片段咧出街嘅時間，正正就係卓越圈成立1週年嘅紀念日子。唔經唔覺，由零開始，將卓越圈呢一個嘅概念，由呢一個諗法轉化成真實。請咗好多嘅嘉賓，剪咗好多嘅片段，今日終於可以嚟到1週年呢一個紀念嘅日子。諗翻咧過去呢一年咧，卓越圈出咗12集，請咗10個嘅嘉賓，喺製作嘅過程裏邊咧，都有好多好難忘嘅片段啊！所以咧喺今日呢一個嘅1週年裏邊咧，我打算咧製作一個卓越圈10大製作難忘事件簿，以倒數嘅形式咧，同大家分享翻咧過往嘅一啲嘅故事啦，或者一啲嘅點點滴滴，希望報答卓越圈嘅觀眾。嗱，喺節目繼續落去之前呢，我都想講少少嘢喎。卓越圈咧經歷咗12集，大家就好認識我啦。不過咧，我好想咧知道大家多啲對於卓越圈嘅意見。希望大家趁住呢一個卓越圈1週年嘅日子裏邊咧，俾多啲意見我。特別係咧嚟緊你想睇啲乜嘢，都不妨喺留言嗰度話俾我知，等我可以知道你嘅意見。記得留言留言留言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進入卓越圈10大難忘製作事件簿第10位。第10位有吳鎮南博士。呢一個嘅片段點解咁深刻呢？我諗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出外景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，仲要去到另外一個咁遠嘅國家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你有任何嘅差池咧，其實你就好難再拍多一次。會唔會行單車咁？係咯，咁所以咧喺個製作嘅過程咧有好大嘅壓力。係，去到今天都睇緊。剪唔剪得㗎又？有乜所謂啫？我個台嚟㗎嘛，即係。喺呢一個嘅拍攝嘅過程咧，有幾個嘅片段咧，我自己係好深刻嘅。第一咧就係喺訪問嘅過程裏邊咧，我自己咧都狀態唔係幾好嘅，因為咧之前嗰晚咧都發高燒，有38.5度，都好擔心咧訪問嗰日咧唔知有冇最佳嘅狀態。咁另外啦，嗰一日咧拍完之後咧，其實咧都有一個好大件事嘅，就係咧我送我嘅囡囡咧去到佢英國嘅大學嗰度咧，俾佢咧去進入去新嘅階段咧嚟到去學習同埋體驗。咁呢個咧對我自己人生嚟講咧都係好難忘嘅。其實喺英國呢一段經歷裏邊咧，我自己仲有另一段片咧係未剪晒嘅，希望有一日可以面世俾卓越圈嘅觀眾咧去欣賞嘅。第9位，我哋有最感人嘅 NG 片段。嚟自 Debbie 呢一集嘅，我諗呢一幕咧係最難忘嘅，因為咧我見到 Debbie 真誠嘅眼淚，佢嗰一滴眼淚滴落嚟嘅時候咧，都需要 NG 嘅啦。但係呢一幕咧係非常感人。仲記唔記得喺銀幕上見到自己嘅時候個感覺係點？除咗係個情節上面感動到我之外，每一次都會諗到呢一個咁難得嘅經歷，係一定會係即係你可以實現到兒時嘅夢想啦，亦都係覺得自己嘅努力俾人認同之餘，同埋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咯。係 OK。有個小片段好有趣嘅，就係咧，我見到佢準備想喊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已經入咗我嘅工作人員咧好幾次咧攞呢一個嘅紙巾嘅啦，只不過佢哋冇人見到我，所以去到最後令到個嘉賓真係要喊，真係要 NG， 所以佢哋咧都要負翻啲責任。第8位，我哋有最有愛嘅合唱 Jacqueline 呢一集。點解會揀呢一集呢？難得咧 Jacqueline 咧可以同我一齊合唱，佢真係一個 work hard play hard 嘅人嚟嘅。佢喺呢一個錄影之前咧，特別係同我咧練習咗好多次，希望將最好嘅獻呈出嚟。咁啊喺呢一個錄嘅過程啦，亦都係因為憑着愛呢一首歌啦，佢都勾起翻好多佢以前佢嘅家庭啊，有好多嘅回憶，令到佢唱嘅時候咧都好有愛嘅。在這一刻跟你終於可擁抱，就算始終失意到暈，人生已再沒苦惱，最美麗仍然是愛，仍然是愛，帶淚水仍然是好。
仍然是你懼怕一生的波折換到老。Thank you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一次錄完之後，佢對於唱歌嘅熱情重拾翻。最近佢話俾我聽，喺佢公司嘅 annual dinner，佢重新參加呢一個星 con，最後仲攞到第3位呢一樣嘢，卓越圈應記一功。第7位有最貼地嘅人生哲理分享 ，Dr. Chow。好少卓越圈裏邊嘅嘉賓咧，真係有一啲哲理性嘅嘢嘅分享嘅。而 Dr. Chow 嘅呢一句説話，令到我覺得好有哲理。即係人生就好似啲風風雨雨咁樣，有天有晴咁樣，睇下你點樣去經過。冇帶雨傘嘅，唔等於你會濕身，因為你可以去避雨。你陽光普照，結論你就冇帶雨傘，你又會曬親。咁你係點樣理解呢啲所謂風風雨雨嘅嘢咧？好淺白嘅一個道理，但係咧看透世情、歷盡風雨嘅 Dr. Chow 咧，似乎咧係好逍遙咁樣咧，將佢人生嘅哲理咧同我哋分享。一個會喺車裏邊聽張天賦嘅博士 Dr. Chow 欣賞。第6位有最歷史悠久嘅 storytelling 雙皮奶嘅故仔，對於我嚟講咧印象好深刻嘅，因為咧發生喺20幾年前嘅故仔咧，透過卓越圈咧20幾年後咧有一個嘅跟進，嚟睇下究竟今日變成點先。要同佢一齊好啦，嚟啦！我自己作為培訓師咧，好中意咧揾好多唔同嘅材料咧，成為我培訓嘅例子。講真，培訓嘅材料俯拾皆是，但係難得咧有一個嘅古仔咧喺20幾年裏邊咧有跟進。最重要嘅，我作為一個優質掛服務嘅提倡者，好樂於見到服務真係有所提升。呢一樣嘢咧，我只係感到非常之開心嘅。嚟到難忘製作事件簿嘅第5位，我哋有最滿意 Calvin Check 嘅描述 Teresa 呢一集嘅。今次咧 Teresa 呢一集咧，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除咗佢好具體地形容對我嘅印象之外咧，裏邊咧都有唔少對我嘅讚賞嘅。出真好就係第一個印象好爸爸啦，佢好錫佢仔女嚇，一個音樂家啦，佢好熱衷音樂，好有勁大嘅心。一個好 communicator 啦，好識溝通嘅一個training 嘅 professional 啦，一個好追求再學習，即係除咗喺 training 裏邊有成就，亦都學好多關於 digital 啊、拍嘢啊，好多計仔、好多 idea 嘅人啦。我記得你話俾我知你曾經患 cancer， 咁呢個係我好深刻嘅，因為真係一個 fighter， 即係喺你身上望唔到任何一樣嘢係覺得哦，原來你經歷咗一個咁重大嘅事情喺人生裏邊，咁而你好堅強，呢樣嘢咧係我覺得好 touching 嘅，即係仲即係咁正向啊！即係經歷咁大嘅人生事情，呢個就係我嘅最大嘅印象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咧都內心感到非常之多謝女班長。嚟到第4位，有最令人驚訝嘅答案。阿 Man 呢一集卓越圈咧本身成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咧，係希望咧將一啲卓越嘅人啦，佢嗰一啲卓越嘅心得咧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阿 Man 咧佢成功咁樣中年轉跑道，原本咧我問佢咧希望咧攞到一啲中年轉跑道嘅心得，點不知佢咁樣答我喎。我嘅想法係，如果你嗰個 comfort zone 係你鍾愛嘅嚇，
咁而又對自己對別人都好有意義嘅，實在你係冇必要離開個鬆喎。係啦，咁你就應該努力咁繼續喺呢個鬆裏邊做好佢。係啦。嚟到第3位，有最俾自己感動翻嘅對白 ，Ricky 呢一集。嗱，過往12集咧，其實咧都係我自己親自剪接嘅，可以話咧每一個鏡頭或者每一個片段咧，自己都睇過無數次噶啦。但係有一次咧，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，就係咧嗰一段時間咧，自己咧無論係人生嘅經歷啦，或者各方面咧，都係一個唔開心嘅狀態。有一次咧，我睇翻自己卓越圈嘅其中一集。俾自己講過嘅嘢咧感動翻，嗰一種俾自己講嘢感動嗰個感覺咧係非常之震撼嘅。睇下我講乜嘢，我哋亦都好 enjoy。雖然即係今日嘅天色咧都未如理想，咁但係呢個都幾人生啊！即係喺人生裏邊總係有啲不如意嘅時候，但係我哋都可以好 enjoy 咁樣出海。冇錯，好，多謝晒 Ricky，thank you。嚟到第2位，有最有分量嘅管理分享，我哋有 Henry 呢一集。當初咧去設計卓越圈專訪呢一個嘅節目嘅時候咧，我都好擔心究竟第1集嘅專訪嘉賓應該揾邊個呢？當其時就同我嘅前上司 Henry 溝通，佢就義無反顧咁話：用得着我嘅話就我啦。所以咧嗰一刻咧，我就有啲受寵若驚，一個咁有分量嘅管理者咧嚟到卓越圈分享。其中佢有講到乜嘢係管理。其實新一代嘅管理學咧，我覺得唔講管理，係講 leadership，係啦。咁我嘅理解咧就係點樣為之一個 leader 咧，就係有 followers。你係成為一個好嘅 leader，你會有一大紮認同你或者願意 follow 你嘅 followers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管理在於我嚟講咧，就係點樣成為一個好嘅 leader。而成為好嘅 leader 就係你個着眼點，要睇下你係 serve 緊邊啲 followers，你可唔可以滿足到呢一班 followers 係可以跟住你、認同你咁咯。我諗咧喺過往咁多年嚟咧 ，Henry 對我嘅提攜啦、教導啦同埋栽培啦，同佢嘅亦師亦友嘅關係咧，令到今天咧我成為咗 Henry 嘅追隨者。多謝 Henry。第1位呢個亦都係我咁多個月嚟嘅真心説話，我要多謝我嘅所有卓越圈 crew 嘅戰友。孤掌難鳴，一個人咧係冇辦法做到嘅。喺呢一個嘅製作嘅過程裏邊咧，當我做訪問嘅時候咧，有人幫我揸機，有人幫我打燈，有人咧幫我對稿，有人做導演，呢啲全部都係義務嘅戰友去幫我手嘅。所以我會喺呢一度再一次多謝你同埋你呢幾位戰友，心照㗎。好啦，同大家咧分享咗10大難忘事件簿之後咧，嚟一個總結啦。咁我諗咧，其實卓越圈嘅每一集嘅製作咧，對我自己嚟講咧都非常之深刻，亦都好多謝每一位嘅專訪嘅嘉賓。除咗頭先提及嘅嘉賓之外啦，咁仲有 Wendy 啦，仲有戴教授啦，仲有我嘅 band 友啦，呢一啲咧都喺我每一集裏邊咧都發放異彩，我要好多謝佢哋。希望咧正話呢10大事件簿咧，如果你曾經睇過卓越圈每一集嘅話咧，呢啲嘅事件簿會成為你一啲嘅補充，對於呢一個嘅製作咧有多一分嘅了解。如果卓越圈嘅每一集你都未睇過嘅話咧，希望呢一啲事件簿講完之後咧，重新每一集咧邀請你再睇過。最後我想講2個嘅片段。第一個片段咧就係有一次咧，我喺 WhatsApp 裏邊啦，咁同一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去溝通。咁啊溝通完之後咧，我就順便講啦，我有卓越圈呢一個嘅製作頻道，咁啊邀請佢咧去觀看。點不知咧呢一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喺 WhatsApp 裏邊同我講，其實我一直睇住卓越圈每一集嘅播放。呢一樣嘢令到我好感動。第2個片段咧就係大家都知道，可能我之前咧有一段時間咧係做零售嘅培訓工作嘅。有一次咧，我行翻去舊公司嘅其中一間店鋪裏邊咧，見到一個店長，佢一見到我咧，同我打完招呼之後咧，佢就話啦：卓越圈咧，佢集集都睇嘅，佢覺得咧好好睇。就係呢一啲嘅支持者咧，令到我決定繼續做卓越圈落去。所以再一次衷心多謝每一位支持卓越圈嘅朋友。